是两方要来尽这个义务，契约内底所规定的义务。咱这义务若尽了呢，这契约嘛一定效力，就是完成就是效力。这契约本来咱来影片看完了。两方履行了，来相互契约，两方履行了呢，这个契约嘛效力。咱日常中就是甲人成立契约。效力契约，这效力契约就是去履行契约内底的义务，全部拢履行了呢，咱这个迄种契约嘛已经效力掉啊，咱日常中甲人完成这个迄种法律往来，有这个法律行为呢，以及成立这个契约呢，就是咱甲人成立契约，然后去履行契约内底所规定的义务。所有义务拢已经履行了，咱这个契约就会效力哩啊！这就是咱法律上咧规定讲，咱这契约的情形就是安尼。当然伫咱日常中人讲什么情形下会产生这个债务这个债务，其实咱这个债务呢，这个债呢，就是咱这个迄种爱去履行的义务呢，就是这个债务。咱头拄仔所讲这个迄种契约内底，你若是相互契约内，双方拢有履行义务的这个债务，所以你若相互契约呢，其实两方拢是债务人，拢爱去履行这个债务，这个债务若履行了，这个契约嘛结束啦，履行债务，咱日常中会去拄到的迄种债务就是咱所讲这个契约，这其中一种啦。咱另外一种就是讲做侵害行为啦，咱若讲去侵害着别人的权利，别人会当把咱请求这个损害赔偿，这个